你有冇發覺有啲食物一開始食就好似唔停得咁？你會唔會以為係你嘅意志力唔夠？我哋今日就嚟睇下各種原因。超加工食物喺過去幾十年間，由一個微不足道嘅角色變成我哋日常能量吸收嘅主角。喺英美國家，超加工食物已經去到佔據日常能量吸收嘅接近60%。亞洲雖然好啲，但係個趨勢係一樣嘅。咁我哋點樣辨認超加工食物呢？一啲食物如果有包裝，通常係塑膠包裝，而佢又有一個成分表，成分表裡面有最少一樣你嘅廚房冇嘅物質，又或者有一樣你唔識讀嘅化學名稱，呢啲就係超加工食物。Dr. Chris Van Tulleken 係英國一個醫生同研究員，專門研究超加工食品對健康嘅影響。左邊係佢寫嘅書。為咗做研究，佢將自己每日飲食入面嘅超加工食品，由原本正常嘅20%增加到佔全日熱量吸收嘅80%，並維持30日。呢個80% 嘅比例唔係亂咁定嘅，而係反映緊目前英國同美國好多後生仔或者低收入人士嘅真實飲食情況。一陣間我會講俾大家知30日之後佢嘅身體發生咗乜嘢事。而家我哋嚟睇下食品公司到底用咗啲乜嘢嘅手段嚟操縱我哋嘅飲食習慣。人類通過幾百萬年嘅進化，發展出一套精密嘅神經系統同荷爾蒙調節網絡嚟管控我哋攝取食物嘅質量同分量。我哋先至可能喺幾百萬年內生存落嚟。食品公司運用科學知識，知道當食物中糖、鹽、脂肪達到某種黃金比例，會刺激大腦釋放大量多巴胺。呢種非自然嘅味道令你覺得好興奮，好想繼續食。個機制同藥物成癮極為之相似。除咗味道，食品公司連聽覺都唔放過。例如你食薯條嗰陣嘅咔咔聲，其實係經過特別設計嘅感官陷阱。呢種清脆嘅聲音會令你覺得食物更加新鮮，同時分散你嘅注意力，令到大腦收唔到飽呢個信號。結果你就咁一塊接一塊咁食，唔覺唔覺就成包食晒。呢個唔係你嘅意志力薄弱嘅問題，而係你嘅大腦根本就被騎劫咗。你有冇發覺而家好多嘢食都唔使照就吞得落肚？呢個其實亦都係食品公司嘅策略。咁點解佢哋將食物整到咁軟呢？係因為咁樣嘅話，你食嘢嘅速度就會變得快。問題嚟啦，我哋嘅大腦通常需要大概20分鐘先至會收到飽嘅信號。如果你食得咁快，個信號都未去到大腦，你已經食咗超標嘅份量。超加工食品好多時比自家煮仲平，因為食品公司採用低質嘅原材料，而且加入咗大量極其廉價嘅填充劑。好似你如果喺超市買一個急凍炸雞塊，裡面其實可能有一半以上都係廉價嘅大豆同粉漿。食品公司知道你追求健康，所以佢哋用各式各樣嘅健康光環嚟包裝啲產品。就以近年流行嘅燕麥奶為例，佢被包裝成健康、低脂、環保。其實加工後嘅燕麥奶本質上只係澱粉水，為咗令口感好似牛奶咁樣，大多數都會加入廉價嘅種子油同乳化劑。最危險嘅係燕麥嘅澱粉喺加工過程中會轉化成糖，令你飲緊嗰杯燕麥奶其實係一杯糖水。血糖會升得比飲牛奶快好多。我哋睇返 Dr. Van Tulleken 嘅實驗，佢開始實驗之前，體重正常，腦筋正常，食嘢時會有清晰嘅飽足感，同埋會仔細咁樣咀嚼啲食物。食咗30日嘅超加工食物後，佢體重增加咗6.5公斤，對加工食物有上癮嘅感覺。經常會覺得有肚餓感，而且食嘢時
減少咗咀嚼，速度快咗。最後呢張圖我覺得會對大家有啲啟示。原來貨架上面林林總總嘅牌子，來來去去都係呢10間大嘅食品加工商。